要过年啊，咱即摆来看到咱即个台湾队台湾上勇即个春联正式来分啊，真侪人咧排对毋对？但是有人倒手一摕着正手就上网来来卖啊，价小对80块卖到360块，拢有人咧出价，所以真侪球迷看了真毋甘，真生气，讲你是台湾上勇，还是台湾上爱钱的？ 想起迄天的感动，想起台湾的冠军之路，敢是搁互你的目眶红红。大家看不好我们，就是又怎么样？就是 we got nothing to lose。用实力向世界证明，无赢面的台湾队并盘摕到冠军。这款热血的故事，若拍做电影 MV， 甚至这个热情延续到今年推出限定春联。 经典赛登场前，台湾上勇的春联大声出场，不少球迷拢在抢。台湾人挺台湾，全力支持青菜湾，就算爱排队嘛甘愿。不过，就有人领无要家己搭，拢总放上网来趁钱。参像伊卖75，啊那伊100免算你99就好。甚至有人摕免钱，转手搁开价到360，不少人拢看到硬气。有人讲，真侪人拢中伏咧摕，敢是要趁免钱的生理？这毋是爱棒球，是爱钱啦。伊讲虽出货，不过我则随减记。今年已经特别从过去发放点增加1倍。 发放的点的数量增加1倍，就是不要让大家排太久。没想到还是有人没有拿到。凡是有9千加持，会当增加春联的价值。不过摕公用来做文章，难免互人观感不好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